亮言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一周罢弊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卫之臣，不屑于内中治之事，忘身于外者，待追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。诚宜开张圣听，以光先帝之仪德，恢弘治世之气，不宜妄自菲薄，隐喻失意，以塞中见之路也。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，治罚赃匹，不宜异同。若有作奸犯科，即为忠善者，宜复有司，论其刑赏，以昭陛下平民之志，不宜偏私，使内外异法也。侍中侍郎郭攸之、费辉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实，志虑忠纯，是以先帝简拔以一弊。予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后施行，必得必补缺漏，有所广益。将军向宠，性行淑均，畅晓军事，适用之于昔日。先帝称之曰能，是以众议局宠以为都。予以为营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政和睦，优劣的所也。轻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轻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。侍中、尚书、长史、参军，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。愿陛下亲之，信之，则汉室之隆，可继日而待也。臣本不依，躬耕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许先帝以持屈。后值倾覆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，尔来20有1年矣。先帝之臣谨慎，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来，夙夜忧虑，恐复托不效，以伤先帝之名，故5月渡泸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甲兵已足，当奖率3军，北定中原，庶竭奴钝，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，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至于斟酌损益，尽尽忠言，则攸之、辉、允等之任也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，不效则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灵。若无兴复之言，则攸之、辉、允等之咎，以彰其慢。陛下亦宜自谋，以咨邹善道，察纳雅言，深追先帝遗诏。臣不生受恩感激，今当远离，临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后竹览表曰：相父南征，远涉艰难，方始回都，坐位安息。今又欲北伐，恐劳神思。孔明曰：臣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夙夜未尝有怠。今南方已平，可无内顾之忧，不就此时讨贼，恢复中原，更待何日？忽颁布中太史谯周出奏曰：臣夜观天象，北方旺气正盛，星耀被明，未可图也。乃谓孔明曰：丞相深明天文，又何故强为？孔明曰：天道变异不常，岂可居直？吾今且驻兵马于汉中，观其动静而后行。